平時間唔中翻嚟住1、2晚嘅啲度假屋，咁就家私電器全部齊全嘅。呢隻戶型咧，亦都係當時係最熱嘅一個戶型嚇，咁都基本上出一套都可以買一套嘅。咁你基本上你可以望到晒成個燕洲島、西江同埋對面沙埔嗰邊啲山景㗎啦。Hello， 各位觀眾大家好啊，我 Harvey， 歡迎收睇卓成頻道。今日同大家喺西江名郡睇翻一套咧，就之前咧就比較好比較多人中意嘅一個戶型啦公寓嚟嘅。咁係單獨嘅一房一廳嗰隻戶型嚟嘅。咁景觀係好靚嘅，可以直接望晒西江同埋燕洲島嘅。咁之前咧就有單位放出嚟咧，都已經係賣晒㗎啦。咁今日又收一套單位，咁業主係度假嘅。平時就係間唔中翻嚟住1、2晚。平時間唔中翻嚟住1、2晚嘅啲度假屋，咁就家私電器全部齊全嘅。52平方嘅一房一廳，總價18萬8。價錢咧都非常之 OK 啦。因為佢嘅景觀好靚嘅。咁如果大家有關注呢啲細嘅單位，一房一廳嘅，想買嚟又係好似咁樣度假住下，或者係退休翻嚟想揾個細單位或者係旅居嘅情況下咧，呢套單位真係唔錯咁我哋依家上去實地，同大家去望望咩情況。咁上到嚟實地睇下啦。呢隻戶型咧，亦都係當時係最熱嘅一個戶型咁都基本上出一套都可以買一套嘅。咁大家睇翻啦。咁52平方單獨嘅一房一廳嚟嘅。係啦。咁戶型咧先睇翻啦。入嚟咧，佢係一個開放式嘅廚房呢個位置開放式廚房。發展商交標只可以用電爐唔可以用明火嘅。業主咧係度假，間唔中會翻嚟住一下，翻嚟住一下嘅。啱啱好業主翻嚟今次翻嚟住幾日，諗都係賣咗佢嘅。咁嘅情況下咧，同大家即時上嚟更新下。呢啲基本嘅家私電器全部都齊全㗎啦直接係拎包入住嘅。過嚟睇睇洗手間做咗乾濕分區嘅。係啦，呢啲都係發展商嘅一啲交標啦。熱水爐呢啲全部都有㗎啦咁過嚟鏡頭睇翻餐客廳茶几呢啲都配有晒嘅。係啦，基本上你兩個人住嘅情況下，單度假住下嘅，或者係長期翻嚟退休住嘅，想揾間細面積嘅，呢啲就啱晒啦。一房一廳。咁重點咧係咩咧？佢呢個景咧係非常之靚嘅。佢係一個正南向嘅正南向嘅一個景觀。你基本上你可以望到晒成個燕洲島、西江同埋對面沙埔嗰邊啲山景㗎啦好舒服嘅。呢度唔會有遮擋嘅冇任何嘅遮擋，望出去咧就非常之靚啦。呢個齋賣嘅景觀，呢一邊嘅單位基本上就全部都係貴咧，都係賣呢個景觀嚟去咩㗎啦非常之舒服日落日出同日落都可以望得到嘅。東日出西日落都非常之 OK 呢邊咧就睇下房間。房間咧呢邊咧就業主咧就佢自己擺咗張1.8米床嘅擺咗1.8米床。但後期你可以喺嗰邊加翻個衣櫃加翻衣櫃嘅，或者係擺位，到時大家自己去調整翻啦。係啦，1.8米床。同樣房間呢邊咧個窗出去咧望出去咧都係成個西江，非常之靚係嘛。呢邊咧呢隻戶型其實一直到現在為止啦賣嘅價錢咧都冇乜會點太大嘅一個變化啦好似呢啲家私電器齊全嘅都冇乜點變化嘅。同樣價錢18萬8。同之前啲價錢差唔多冇乜太大嘅變化。如果你話吉屋嘅乜都冇咧，咁價錢可能會平翻啲。但係呢啲全部齊晒嘅情況下咧，基本上都係呢個價錢㗎啦。18萬8其實呢個價錢都好抵52平方係啦，而且係咁靚嘅一個光景，即係你真正買嚟自己去住嘅情況下咧度假住嘅，翻嚟安安靜靜咁感受下呢啲慢生活嘅節奏可以望望靚景嘅情況下就係可以考慮下呢啲咁嘅單位啦。loft 嘅單位同埋平層嘅單位區別喺呢度，佢開放式同埋一房一廳咧又有區別嘅所以有自己嘅房間嘅私人性各方面就好好多，要強好多啦大家可以如果對呢套單位感興趣嘅情況下咧 ，OK 可以 WhatsApp 聯繫我哋攞資料同埋睇樓嘅咁我哋今日咧就過嚟同大家去睇翻一套西江名郡嘅一個平層嘅一房一廳。如果大家仲有關注開呢啲產品嘅情況下咧，咁睇睇呢套單位啱唔啱你啦咁我哋呢集就分享呢度有上盤第一時間都會同大家去更新嘅。我哋下集見。